那是2001年4月的一個平壤早晨，藤本健二站在順安國際機場的貴賓通道裏，手裏提着一隻空得令人不安的行李箱。他對着面無表情的邊檢人員重複了第3遍同樣的話：我要去北海道買海膽。將軍閣下親自批准的。身後，整個國家的監控機器在呼吸。他能感覺到紐印包丁在託運行李裏的重量，那把細長的日本壽司刀。17年來，他是他唯一被允許靠近金正日頸動脈的利刃。現在，他也可能成為他的墓誌銘。邊檢人員翻開護照，在紫外燈下檢查水印。時間像冰川一樣移動。藤本的襯衫後背已經濕透，但他的臉上保持着一個廚師職業性的平靜，就像在等待大拖羅金槍魚腹肉解凍到-4°C的完美溫度。為什麼是你本人去？這是陷阱問題。藤本深吸一口氣，用他這些年學會的那種混合着恭敬與親昵的語調回答：因為將軍閣下說，昨天那批海膽讓他想起了1992年東京銀座的味道。那種味道，整個朝鮮都做不出來。他沒說的是，1992年金正日確實去過東京，但那次行程至今仍是國家機密。他剛剛用一個只有他和金正日知道的記憶，為自己購買了通往自由的單程票。蓋章的聲音落下，像棺材釘。3天後回來。藤本點頭，提起那隻空箱子，裏面本該裝滿北海道馬糞海膽的箱子，走向登機口。他沒有回頭。回頭，在這個國家，意味着懷疑，懷疑意味着死亡。飛機起飛時，他透過舷窗看到平壤逐漸縮小成一個巨大的灰色模型。在那個模型的某個角落，金正日可能正在他的私人別墅裏，等待着世界上最好的海膽。但藤本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來了。或者說，他當時是這麼想的。這是關於一個男人的故事，一個用生魚片餵養獨裁者的男人，一個見證了現代史上最封閉政權內部運作的外國人，一個最終把秘密寫成書的叛徒。但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你用美食換取信任，用信任換取生命，用生命換取真相時，你究竟欠下了怎麼樣的債？這是廚師的悖論，而藤本健二用了30年才明白，有些債你永遠還不清。但要理解他為什麼會站在那個機場，手裏提着謊言和空箱子，我們必須回到1982年，回到一個負債累累的東京小廚師第一次收到那份改變命運的工作邀請的時刻。那年夏天，藤本健二31歲，在東京經營着一家瀕臨倒閉的小料理店。債主每周都來，他的妻子已經搬回娘家，他的銀行賬戶餘額是負70萬日元。然後，兩個穿着考究的韓國商人走進了他的店。他們怎麼都沒點，只是坐在吧台邊，看着藤本切一條秋刀魚，看了整整20分鐘。藤本後來回憶說，那種被注視的感覺像在被屠夫評估。藤本先生，其中一個人終於開口，用流利的日語說：你願意去平壤工作嗎？月薪50萬日元，包食宿，免稅。50萬日元，那是藤本3個月的營業額。為誰工作？他問。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喜歡日本料理的客人。藤本應該問更多問題的，但一個溺水的人不會質疑救生圈的來源。3週後，他坐在一架沒有標識的飛機上，降落在順安機場。沒有人告訴他，他即將服務的客人是金正日，這個星球上最危險的美食家之一。
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裏。金正日穿着卡其色的人民服，帶着他標誌性的茶色墨鏡，坐在一張鋪着白色桌布的長桌前。桌上空無一物，只有一雙象牙筷子和一個瓷碟。做一份大拖羅壽司給我看看。他說，聲音比藤本想象中要高，帶着一種孩子氣的期待。藤本的手在發抖。他打開隨身帶來的工具箱，取出那把柳刃包丁，刀身長33厘米，刀刃薄如禪液，是他父親留給他的唯一遺產。刀鋒在日光燈下反射出一道冷光。金正日盯着那把刀，目光停留了比正常情況長3秒的時間。藤本意識到這是一個測試，他現在握着的是這個房間裏唯一可以殺死獨裁者的武器。如果他的手再抖一下，如果他的眼神裏流露出一絲猶豫或野心，他會在走出這個房間之前死去。所以他做了一個廚師唯一能做的事，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魚上。那是一塊從北海道空運來的藍鰭金槍魚腹肉，油脂含量完美，紋理如大理石。他用指尖感受魚肉的溫度，-4攝氏度，完美。然後他開始切，刀與砧板接觸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裏放大了10倍。每一刀都精確到毫米，每一片魚肉的厚度都是7毫米，足夠薄到讓光線透過，足夠厚到保持口感的彈性。12片壽司，他把它們擺成線形，放在瓷碟上，推到金正日面前。金正日摘下墨鏡，藤本第一次看到了那雙眼睛，疲憊的、多疑的，但此刻閃爍着一種近乎純粹的好奇。他拿起一片，放進嘴裏。房間裏的空氣凝固了。金正日閉上眼睛，咀嚼咽下，然後睜開眼睛，看着藤本，說了一句話：你會留下來的。這不是邀請，這是判決。接下來的日子裏，藤本才逐漸明白留下來意味着什麼。他被安置在平壤市中心的一棟公寓裏，3室1廳，配有熱水器和彩色電視機。這在當時的朝鮮屬於極度奢侈。他的護照被暫時保管，他的工資以現金支付，裝在一個沒有標記的信封裏。他每天的工作是為金正日準備晚餐，但準備這個詞完全不足以描述那種工作的性質。金正日對食物的要求已經超越了美國的範疇，進入了某種政治隱喻的領域。他要求每一種食材都必須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國的鵝肝、丹麥的藍罐曲奇、烏茲別克斯坦的魚子醬、泰國的榴蓮。而日本料理必須比東京銀座的任何一家店都正宗。有一次，金正日在品嘗藤本做的鰻魚飯後，突然問：你用的是什麼醬油？龜甲曼特選。藤本回答：不對。金正日搖頭：我在1978年喝過更好的。去查。藤本花了3週時間，通過朝鮮駐日本大使館的秘密渠道，終於查到1978年東京一家名為竹葉亭的料理店用的是一種限量版的木桶釀造醬油，年產量只有500瓶。金正日讓人買了100瓶。這種對完美的偏執，藤本起初以為是獨裁者的任性，但慢慢地，他看出了另一層意義。金正日用食物來證明，即使在國際制裁和經濟崩潰的情況下，他仍然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東西。每一口壽司都是一種權力的展示。但在那些私人的晚餐時刻，藤本看到了另一個金正日。1988年的一個冬夜，金正日喝了太多法國白蘭地，突然對藤本說：你知道嗎？我其實很喜歡日本。
他的聲音裏有一種罕見的柔軟。如果我不是生在這個位置，我可能會去東京開一家電影公司。藤本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只能倒走。金正日繼續說，但我生在這裏，所以我必須成為他們需要的神。那一刻，藤本意識到，他不是在餵養一個神，他是在餵養一個囚徒，一個被自己的血統和政權困住的孤獨食客。但這種同情是危險的。1996年，藤本在訪問日本期間因違反出入境管理法被捕。他用假護照為金正日採購電子產品，雖然很快被釋放，但這次事件讓朝鮮當局開始懷疑他可能是間諜。回到平壤後，藤本發現自己被軟禁了3個月，沒有人告訴他原因。他的公寓門外多了2個警衛，他的電話被切斷，恐懼像冰水一樣滲進他的骨髓。在那3個月裏，藤本每天都在等待半夜的敲門聲，那種在朝鮮意味着消失的敲門聲。他開始在腦海中排練逃跑計劃，但每一個計劃都以死亡告終。然後某天早上，警衛突然消失了，電話接通了，一個聲音說：將軍想見你。金正日坐在他的私人影院裏，正在看一部成龍的電影。看到藤本進來，他按了暫停鍵，轉過身，笑着說：藤本，好久不見，我們去釣魚吧。就好像怎麼都沒發生過。那次釣魚途中，金正日突然說：你知道嗎？有人告訴我，你可能是間諜。藤本的心臟停跳了一拍。但我對他們說，金正日繼續，語氣輕重得可怕。如果藤本是間諜，他早就在我的壽司裏下毒了。一個真正的廚師是不會毒死自己的作品的。他拍了拍藤本的肩膀，我信任你。那是藤本一生中最恐怖的4個字，因為他知道，在朝鮮，信任和懷疑之間的距離只有一把柳刃包丁那麼薄。我們在這裏暫停一下。藤本現在已經在平壤生活了14年，成為金正日最親密的外國朋友，見證了這個政權連將軍們都看不到的內部運作。但1996年的軟禁讓他明白了一個真相，他隨時可以從朋友變成屍體。點擊訂閱並打開小鈴，因為接下來要講的是他如何利用獨裁者對完美食材的偏執，策劃了一場幾乎不可能成功的逃亡。而那個計劃的核心，就是一盤故意做壞的海膽。這種內容，算法是不會主動推給你的。但逃亡不是一夜之間決定的，它是一個緩慢的、痛苦的覺醒過程。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98年，朝鮮苦難行軍的最後1年。那天晚上，藤本在金正日的別墅裏準備晚宴，菜單包括魚子醬、法國白蘭地、從丹麥空運的生蠔和他剛剛做好的金槍魚壽司拼盤。整桌菜的成本按當時的黑市價格大約是$20,000。宴會進行到一半，金正日突然讓所有人退下，只留下藤本。陪我喝一杯，他說。藤本坐下，接過酒杯。金正日喝了一口，盯着窗外漆黑的平壤夜景，突然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挨餓嗎？藤本不知道該怎麼回答。300萬。金正日自己說出了答案，可能更多。他的語氣平靜得可怕，就像在陳述天氣。但我沒辦法。他繼續說，如果我把這些資源分給他們，政權會崩潰。政權崩潰了，死的人會更多。所以我只能讓一部分人活着。
他轉過頭，看着藤本，眼神裏有一種藤本從未見過的東西，不是瘋狂，不是冷酷，而是一種近乎絕望的理性。你明白嗎，藤本？我不是惡魔，我只是在做數學題。那一刻，藤本聞到了白蘭地的香氣，混合着生蠔的鹹腥味。窗外，平壤陷入停電，整個城市像一個巨大的黑洞。而在這個房間裏，水晶吊燈照得如同白晝。藤本突然想吐，不是因為食物，而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是這道數學題的共謀者。他用世界上最奢華的食材餵養着這個把饑荒當作政策工具的男人，而那些食材的運輸成本可能夠救活一個村莊。將軍，藤本聽見自己說：我需要休假，回日本看看我母親。金正日盯着他看了很久。可以，但你會回來的，對嗎？當然，藤本說。那是他第一次對金正日撒謊，但想逃和能逃是兩回事。藤本的護照在朝鮮當局手中，他的妻子嚴正女，那個金正日親自指分給他的朝鮮歌手，實際上是一個人質。他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下，而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得太多了。他見過金正日的私人金庫，知道他的秘密銀行賬戶，認識他的私生子女，了解他的健康狀況。這些信息每一條都足以讓朝鮮當局追殺他到天涯海角。所以他需要一個完美的借口，一個既符合他的身份又不會引起懷疑的理由。答案還是食物。2001年3月，藤本故意購買了一批品質糟糕的海膽，他知道金正日會品嘗出來。果然，那天晚上，金正日吃了一口，就皺起了眉頭。這是什麼？北海道海膽，將軍。藤本恭敬地回答。不對。金正日搖頭，這和上次的完全不一樣。上次那種入口即化的質感呢？那種甜味呢？藤本深深鞠躬，請原諒，將軍。可能是運輸過程中出了問題。金正日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那你親自去買。我要最好的。遵命。3週後，藤本拿到了離境許可。那天晚上，他在公寓裏收拾行李。嚴正女坐在床邊，看着他。你會回來的，對嗎？他問，語氣和金正日一模一樣。藤本抱住他，在他耳邊說：等我。那是他對他撒的最後一個謊。他帶走了那把柳刃包丁、一些照片和一個裝滿秘密的大腦。他留下了妻子、兩枚賽德斯和17年的共謀記憶。2001年4月1日，藤本健二提着那隻空箱子走進了平壤機場。當飛機起飛時，他終於允許自己哭了，不是因為自由，而是因為他知道嚴正女會為他的逃跑付出代價。金正日會覺得被背叛，而他自己將永遠背負着叛徒和懦夫的雙重身份。但最糟糕的是，他不確定自己做對了，因為在那個道德崩塌的系統裏，什麼是對，逃跑是勇敢還是拋棄，揭露真相是正義還是背信，用美食餵養暴君是服務還是共犯。這就是廚師的悖論。而藤本健二用了餘生去尋找答案。那麼問題來了，一個用17年時間與獨裁者建立信任的人，當他打破那份信任時，他出賣的究竟是政權，還是他自己？那是1996年的冬天，藤本健二在東京成田機場被日本警察攔下，罪名是違反出入境管理法，
他用假護照往返朝鮮和日本已經14年，而這一次，他的運氣用完了。審訊室裏，警察問他：你為誰工作？藤本沉默了。他不能說出金正日的名字，因為那意味着背叛。但他也不能否認自己的朝鮮身份，因為那意味着在日本坐牢。於是他選擇了第三條路，承認一切，然後在保釋期間消失在東京的街道裏。3天後，他打電話給平壤。電話那頭，金正日的聲音比往常更冷。藤本，日本警察問了你什麼？藤本的手在發抖。他知道這個問題的真正含義。你出賣我了嗎？他說：將軍，我什麼都沒說，我只是想回家。電話沉默了5秒鐘。那5秒鐘，藤本聽見了自己的心跳，像廚房裏切魚時扭印包丁敲擊砧板的聲音。然後金正日說：回來吧，我相信你。2週後，藤本回到了平壤，但他發現自己的公寓被換了。新公寓在市中心，裝修豪華，但窗戶全部換成了單向玻璃，門口多了2個24小時站崗的保鏢。金正日說這是為了保護他，但藤本知道這是軟禁。他開始失眠，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象着那些在勞改營裏被處決的人的臉。他們當中有多少人也曾經是金正日的朋友？1個月後，考驗來了。金正日邀請他去順安別墅釣魚，那是一座建在湖邊的秘密行宮，只有最親近的人才能進入。藤本坐在小船上，手裏握着魚竿，但他的注意力全在岸邊那3個穿黑色西裝的男人身上。他們站在樹蔭下，一動不動，像3座墓碑。金正日遞給他一瓶白蘭地，說：藤本，你看起來很緊張。藤本喝了一口酒，說：將軍，我只是想念日本的海。金正日笑了。海，你想回去？藤本的後背瞬間僵硬。他知道這句話是一個陷阱。如果他說是，那意味着他對朝鮮不忠；如果他說不是，那意味着他在撒謊。於是他選擇了第3個答案：將軍，我只是想為你找到更好的食材。金正日盯着他看了3秒鐘，然後突然大笑。好，那你去吧，給我帶最好的海膽回來。藤本拎住了，他沒想到金正日竟然真的答應了。但那一刻，他也明白了，這不是許可，這是測試。如果他回來，證明忠誠；如果他不回來，證明背叛。無論哪種選擇，金正日都已經贏了。那天晚上，藤本回到公寓，走進衛生間。他習慣性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廢紙，那是他在東京審訊時記下的一串電話號碼，屬於日本公安調查廳的一個聯絡人。他本想把它沖進馬桶，但手指停住了。他突然意識到，如果這張紙被發現，他會死，不是隱喻的死亡，而是真實的肉體的死亡。他把紙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吞進嘴裏，用白蘭地送下去。紙在胃裏翻攪，像刀片一樣鋒利。第2天早上，保鏢敲門，說將軍要見他。藤本的腿軟了，他以為自己暴露了。但當他走進金正日的辦公室時，將軍只是遞給他一份文件，出境許可。金正日說：藤本，我知道你在日本出了事，但我相信你。去吧，給我帶最好的海膽回來。藤本跪下，合了一個頭。那一刻，他的眼淚是真的。
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因為恐懼。他意識到金正日之所以放他走，不是因為信任，而是因為測試。如果他敢不回來，嚴正女會替他付出代價。1996年12月，藤本回到了日本。他帶着3個空行李箱，裡面裝滿了冰塊和泡沫塑料，那是用來裝海膽的容器。但他沒有去北海道，他去了東京，躲進了一個朋友的地下室，開始給公安調查廳打電話。但每次撥號，他都會停下來，想起嚴正女的臉。他還在平壤等他回去。他不知道她的丈夫正在考慮成為叛徒。3天後，藤本買了最貴的海膽，飛回了平壤。當他把食材交給金正日時，將軍嘗了一口，皺起眉頭。藤本，這不新鮮。藤本的心臟停跳了1秒。他知道這句話可能是死刑判決，但金正日接着說：下次你要親自去產地，不要經過中間商。明白嗎？藤本點頭說：明白，將軍。那一刻，他做出了決定，他必須逃跑，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活命。但致命的失誤還在後面等着他。那是1998年的春天，金正日正在他的私人影院裏觀看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這部電影在朝鮮是嚴格禁止的，但將軍的特權包括觀看任何他想看的東西。藤本坐在後排，手裏端着一盤切好的金槍魚刺身。銀幕上，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正抱着海特、溫斯萊特在冰冷的大西洋上漂浮。金正日突然轉過頭，對藤本說：你覺得愛情重要嗎？藤本愣住了，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一個餓死了300萬人的獨裁者，在問一個廚師關於愛情的看法。他說：將軍，我不知道。金正日點點頭，說：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海膽比愛情重要。那一刻，藤本突然意識到金正日是認真的。對這個男人來說，一盤完美的海膽確實比任何人類情感都更重要。而這種病態的優先級，恰恰成為了藤本逃跑計劃的基礎。2個月後，藤本開始實施他的計劃。他故意在一次宴會上為金正日呈上了一盤品質平庸的海膽。金正日嘗了一口，臉色立刻變了。藤本，這是雜麼？藤本跪下，痛心疾首地說：將軍，我必須向你道歉。現在市場上的海膽質量越來越差，我已經找不到配得上你的食材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我親自去北海道，從漁民手裏直接收購最新鮮的海膽。金正日沉默了。藤本知道這是最危險的時刻。如果金正日懷疑他的動機，他會立刻被帶走。但金正日說：好，你去吧，但記住，我只給你1週時間。藤本蓋頭：將軍，1週足夠了。那天晚上，藤本回到家，嚴正女問他：你真的要去日本？藤本看着他的眼睛，說：是的。嚴正女低下頭，說：你會回來嗎？藤本沒有回答。他知道，如果他說會，那是謊言；如果他說不會，嚴正女會報告給當局。於是他擁抱了她，用力到幾乎要折斷她的肋骨，然後說：等我。2001年4月1日，藤本健二站在平壤順安國際機場的登機口，他手裏提着一個空行李箱，裏面只有冰塊和泡沫塑料。他的護照是真的，但他的心是假的。安檢人員看了他一眼，問：
藤本同志，你要去哪裏？藤本說：北海道。給將軍買海膽。安檢人員點點頭，揮手讓他通過。那一刻，藤本突然想笑。他想起了3個小時前發生的事情。就在他準備出發之前，金正日的秘書打電話來說將軍要和他視頻通話。屏幕上，金正日正坐在辦公桌前，身後站着3個將軍，他們正在討論導彈試驗的技術細節。但金正日突然打斷了他們，對着鏡頭說：藤本，你確定北海道的海膽是最好的嗎？藤本說：是的，將軍。只有那裏的海膽才配得上你的味蕾。金正日滿意地點點頭，然後對將軍們說：你們看，這才是專業精神。藤本為了一盤海膽，可以飛越半個地球。藤本關掉視頻，坐在車裏，沉默了3分鐘，然後他突然大笑起來，笑到眼淚都流出來，因為他意識到這個場景太荒謬了。一個即將引發東亞核危機的獨裁者，正在為一盤海膽的品質和一個即將背叛他的廚師討論美食哲學。而那些將軍們，那些手握100萬軍隊的男人們，只能站在一旁，等待這場關於海膽的討論結束。飛機起飛了，藤本透過舷窗看見平壤的建築群在霧靄中逐漸縮小。他想起了鹽正女，想起了那些和金正日一起釣魚的夜晚，想起了第一次握住柳刃包丁時的興奮。但他沒有哭，因為他知道眼淚是奢侈品，而逃亡者沒有奢侈的權利。飛機降落在東京成田機場，藤本走出海關，站在人群中，突然不知道該往哪裏走。他在平壤生活了17年，但他已經不是日本人了，他也不是朝鮮人，他是一個幽靈，一個在2個世界之間遊蕩的幽靈。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日本公安調查廳，電話那頭，那個他在1996年記下號碼的聯絡人說：藤本先生，我們等你很久了。藤本說：我需要保護。對方說：我們會保護你，但你必須告訴我們一切。藤本沉默了3秒鐘，然後說：好。但在那之前，我有一個請求。什麼請求？幫我把鹽正女接出來。電話那頭沉默了，然後對方說：藤本先生，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藤本掛了電話，他坐在酒店房間的床上，盯着窗外的東京夜景，突然意識到他逃出了平壤，但他永遠逃不出那個廚房，因為在那個廚房裏有他的妻子，有他的記憶，還有那把柳刃包丁。在我繼續講下去之前，我需要你幫個忙，點個讚，因為接下來的內容算法肯定不會主動推薦。沒有你的支持，這些故事會永遠沉在數據庫的底層，像那些消失在朝鮮勞改營裏的人一樣，無聲無息。2001年4月5日，東京。藤本健二坐在公安調查廳的審訊室裏，已經連續12個小時沒有睡覺。對面坐着3個西裝革履的調查員，他們的問題像手術都一樣精確。金正日的私人住宅有幾處？他的酒窖在哪裏？他和俄羅斯的軍火商見面時，你在場嗎？金正男、金正哲、金正恩，你覺得誰會繼承權力？藤本回答了所有問題。他描述了金正日的17處秘密別墅，描述了那些裝滿軒尼詩和人頭馬的地下酒窖，描述了宴會上那些將軍們的臉、恐懼、味，還有深深的疲憊。但當調查員問到你認為金正日會殺你嗎這個問題時，藤本沉默了。
他想起了一個夜晚，那是1995年，金正日喝醉了，突然摟着他的肩膀，哭着說：藤本，你知道嗎？我沒有朋友。那些將軍，那些部長，他們愛的不是我，是他們的腦袋。只有你，只有你是因為喜歡我的味蕾才留下來的。那一刻，藤本相信了，他真的相信，在這個獨裁者的心裏，有一塊柔軟的角落屬於他。但1年後，同樣是這個男人，在藤本從東京回來後，命令保鏢搜查了他的行李3次，拆開了他帶回來的每一盒壽司米，檢查裏面是否藏着竊聽器。那一刻，藤本明白了，金正日的友誼只是一種更精緻的控制。調查員遞給他一張照片，那是嚴正女。照片上，他站在平壤的公寓陽台上，面無表情地望着遠方。調查員說：藤本先生，根據我們的情報，你的妻子已經被軟禁。她每天只能出門2個小時，而且必須有2個保鏢跟隨。藤本的手指握緊了，指甲陷進了掌心。他說：你們能救她嗎？調查員搖頭：我們只能救你。那天晚上，藤本離開了調查廳，住進了一個秘密安全屋。房間很小，窗戶被木板封死，門口有2個警察24小時值守。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突然意識到，他從一個監獄逃進了另一個監獄。唯一的區別是，這個監獄的看守會給他提供防彈背心。2週後，第一次暗殺企圖發生了。藤本去便利店買煙，一個陌生男人在街角盯着他看了3秒鐘，然後快步離開。警察追了上去，但那個男人消失在了人群中。從那天起，藤本再也沒有一個人出過門。他開始戴假髮、戴墨鏡，甚至在夏天也穿着厚重的防彈背心。他變成了一個行走的靶子，一個活着的證據，一個金正日想要抹去的污點。2003年，藤本出版了《金正日的廚師》，書一上市就成為了暢銷書。日本的媒體蜂擁而至，採訪他，拍攝他，把他變成了一個英雄，一個勇敢揭露暴政的英雄。但藤本知道，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為了活命而出賣秘密的懦夫。記者問他：藤本先生，你後悔為金正日工作嗎？藤本沉默了5秒鐘，然後說：我後悔的是沒有早點離開。但他沒有說出的是，他也後悔離開，因為在平壤，他是將軍的朋友；在東京，他是一個躲在防彈背心裏的叛徒。2005年，藤本第一次對外界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金正日的繼承人不會是長子金正男，而會是三子金正恩。當時，全世界的情報機構都認為金正男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因為他年長，受過西方教育，而且多次被目擊在澳門和東京出入。但藤本堅持說，不是金正恩。我看着那個孩子長大，他和他父親一樣，有一種天生的殘忍和領導欲。沒有人相信他，直到2011年。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接管了朝鮮，全世界才意識到，這個躲在東京安全屋裏的廚師，比所有的間諜和衛星都更了解那個政權的內核。但那個預言也讓藤本陷入了更深的危險，因為金正恩知道，藤本不僅背叛了他的父親，還洩露了家族最核心的秘密——權力的傳承邏輯。從那一刻起，藤本從叛徒升級為敵人。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傳來，
藤本坐在電視機前，看着平壤街頭哭泣的人群，突然流下了眼淚。警察問他：藤本先生，你在哭什麼？藤本說：我在哭一個朋友。警察說：他是獨裁者。藤本說：我知道，但他也是我唯一的朋友。那天晚上，藤本喝了一整瓶威士忌，然後給平壤打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朝鮮駐日本大使館的一個秘書。藤本說：我想參加葬禮。對方說：你是叛徒。藤本說：我知道，但我想見他最後一面。對方掛了電話。3個月後，藤本接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邀請。信封是從平壤寄來的，裡面只有一張卡片，上面用朝鮮文寫着：藤本先生，我是金正恩，我想見你。藤本拿着那張卡片，手指在發抖。他知道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但他也知道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回到平壤見到嚴正女的機會。於是他做出了一個所有人都認為瘋狂的決定，他要回去。日本公安調查廳的官員說：藤本先生，如果你回去，我們無法保證你的安全。藤本說：我知道。官員說：你可能會被處決。藤本說：我知道，但我必須回去。2012年7月，藤本健二再次登上了飛往平壤的飛機。這一次，他的行李箱裡沒有海膽，只有一套黑色西裝，那是他為金正日守靈準備的。飛機降落在順安機場，藤本走出艙門，看見停機坪上站着3個人，2個保鏢，還有一個年輕男人。那個男人穿着黑色中山裝，留着和他父親一模一樣的髮型，正微笑着向他走來。金正恩伸出手說：好久不見，藤本叔叔。藤本握住了那隻手，那隻手很冷，但很有力。那一刻，藤本突然想起了20年前，那個10歲的孩子第一次站在壽司台前，用同樣冷漠的眼神看着他切魚的場景。那時候，藤本以為自己看見的是一個孩子，現在他才明白，他看見的是一個未來的獨裁者。金正恩說：藤本叔叔，歡迎回家。藤本跪了下來，合了一個頭。他的眼淚掉在了停機坪的水泥地上，像那把柳刃包丁切開魚肉時滴落的血。當一個人在逃離的終點，發現自己最想回到的地方，恰恰是他逃離的起點，這究竟是救贖，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死亡？1996年的東京成田機場，入境管理局的熒光燈下，藤本健二站在那裡。這個每個月都要往返平壤與日本，為世界上最危險的男人採購食材的廚師，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雙重身份已經成為一個致命的缺陷。日本警察在他的行李箱裡找到了朝鮮的出入境文件，違反出入境管理法，逮捕、拘留、審訊，整整72小時。藤本坐在審訊室裡，看着鏡子後面若隱若現的人影，明白這些影子背後還有更深的影子。日本公安調查廳、美國中央情報局、韓國國家情報院，所有人都想知道同一件事：金正日的廚師究竟看到了什麼？但真正讓他恐懼的不是日本的審訊室，而是他腦海中那個更冰冷的畫面：平壤某個地下室。金正日坐在沙發上，緩緩放下酒杯，問身邊的將軍：藤本為什麼還沒回來？回到平壤後的第一個晚上，藤本被單獨召見，不是去宴會廳，不是去私人別墅，而是去了一個他從未見過的房間，壁是隔音的軟墊，
地板上有排水孔。金正日就站在那裡，背對着他。藤本，那個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像在討論明天的菜單。他們問你怎麼了？藤本跪下，額頭抵着冰冷的地面。他說：將軍，我怎麼都沒說。我發誓。金正日轉過身，走到他面前，蹲下來，用手指輕輕抬起他的下巴，就像在檢查一條魚的新鮮程度。我相信你。金正日說，因為如果你說了，你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那雙眼睛裡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更可怕的東西，確信。確信自己擁有絕對的權力來決定誰活着，誰死去，誰被信任，誰被抹除。藤本在那一刻明白，在這個國家，信任本身就是一種死刑的緩期執行。從那天起，他開始在腦海中設計逃生路線，不是因為他不再愛金正日，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太了解這個男人，才知道有一天，當懷疑的種子長成參天大樹時，那些曾經的擁抱、淚水和私密對話，都會變成砧板上的證據。但逃離平壤比逃離監獄還要困難。因為這座監獄沒有圍，他的看守是整個國家的2300萬雙眼睛。藤本開始研究金正日的習慣，每次出國採購，將軍都會親自審查清單。金槍魚、海膽、和牛、松茸，這些奢侈品不僅僅是食物，它們是一種控制的手段。藤本必須回來。因為只有他知道將軍要怎麼。但如果藤本想，如果我能讓他相信某種食材只有我親自去日本才能買到最好的，並且這種食材對他的健康至關重要，那麼我就能獲得一個無法被拒絕的理由。海膽 Uni， 那種入口即化、帶着海洋腥甜味道的生殖腺。金正日對他有一種近乎病態的迷戀。他曾經說過：藤本，只有你切的海膽，我才能吃，因為你知道如何讓它保持活着的味道。1998年，藤本開始故意在宴會上供應質量稍差的海膽，不是壞的，而是不夠完美的。每次金正日皺眉時，他都會恭敬地解釋。將軍，北海道的海膽季節已經過去了。如果你願意等到明年春天，我可以親自去採購。金正日點點頭，但眼神裡有一絲不滿。1999年，藤本將這種策略推進一步。他開始在私下對話中暗示：將軍，你最近的身體狀況需要最好的營養。日本有一種新的海膽品種，只在北海道某個特定海域生長，它的鋅含量是普通海膽的3倍。金正日問：你能買到嗎？只有我親自去，才能確保不會被調包。藤本說：2000年，他的計劃已經接近成熟。他在廚房裡擺放了一本日文雜誌。上面恰好有一篇關於長壽海膽的報道。金正日在某次閒聊時翻到了那一頁。藤本，這是真的嗎？是的，將軍。但這種海膽只在4月到5月之間出現，而且必須在捕撈後6小時內處理。金正日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你去吧，但記住。我在等你回來。2001年4月1日，藤本站在平壤順安國際機場，手裡提着一個空的泡沫箱。理論上，這個箱子將在2天後裝滿世界上最昂貴的海膽，回到這裡，回到那個從不允許任何人真正離開的國家。他的護照裡夾着一張紙條，是金正日親筆寫的：藤本是我的朋友。讓他通過，但當飛機起飛，
輪子離開跑道的那一刻，藤本閉上眼睛，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會回來了。那個泡沫箱永遠不會裝滿海膽，它只會裝滿一個逃犯的恐懼和一個背叛者的愧疚。那麼，當一個人用食物換取了自由，他究竟是贏家還是囚徒？2003年，東京某個秘密地點，房間裡沒有窗戶，壁是雙層隔音的，門口站着兩個沒有表情的男人。桌子中央放着一台錄音機，紅燈閃爍，像一隻永不眨眼的眼睛。藤本健二坐在那裡，戴着防彈背心，頭上包着頭巾，墨鏡後面的眼睛布滿血絲。他已經連續接受了96小時的保護性詢問，這是日本公安調查廳的委婉說法，意思是你現在是我們的檔案，而不是一個自由人。對面的調查員姓高橋，他的聲音很平靜，但每個問題都像手術刀一樣精確。藤本先生，你聲稱金正日有17處秘密住宅，請詳細描述第8號住宅的內部結構。藤本閉上眼睛，那些畫面衝了上來。龍川洞的地下宴會廳，壁是拋光的花崗岩。天花板上吊着從奧地利進口的水晶吊燈，地板下藏着通往核掩體的電梯。有一個房間，藤本說，裡面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個紅色電話。金正日從不讓任何人進入那個房間，但有一次他喝醉了，他帶我進去，他拿起電話，然後放下，然後笑着對我說，藤本，你知道嗎？這個電話從來沒有響過，因為沒有人敢打給我。高橋記錄下來，然後他問，你還記得多少？不夠多。藤本說，這是真的，因為他逃離時帶走的只有腦海中的記憶，那些宴會、對話、私密時刻、醉酒後的告白、恐懼時刻的顫抖。但他沒有任何物證，沒有照片，沒有錄音，沒有文件。他曾經擁有過。1995年，藤本用一台偽裝成剃鬚刀的微型攝像機拍攝了一場金正日的私人生日宴會，畫面裡有將軍們、女歌手、堆積如山的魚子醬，以及金正日喝到第7杯白蘭地時說的那句話。我們的人民很幸福，因為他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糟糕。那盤錄像帶被藏在他平壤公寓的床墊下面，但1996年被捕後，當他回到平壤時，公寓已經被清理過了，床墊被換成新的，壁被重新粉刷，連地板都被撬開又重新鋪好。錄像帶消失了。沒有人提起他，沒有審訊，沒有指控，只是從那天起，藤本每次進入廚房，都會發現有人在他的刀具箱裡放了一張白紙，上面用圓珠筆寫着一個字，看。意思很簡單，我們在看着你，我們知道你做了雜魔，我們隨時可以讓你消失。但更可怕的是另一件事。2001年，當藤本在日本公開自己的身份，準備出版回憶錄時，他接到了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那頭沒有人說話，只有一段錄音，是他自己的聲音，是他在1995年錄製的那盤錄像帶裡的一段音頻。然後電話掛斷了，那盤錄像帶沒有被燒毀。它被保存了下來，但不是為了公開，而是為了警告，即使你逃了，我們依然擁有你。高橋打斷了他的回憶。藤本先生，你剛才提到的那個紅色電話，你確定它存在嗎？我確定，但你沒有證據。我有證據。藤本說，
我就是證據。高橋沉默了片刻，然後他拿出一個文件夾，從裡面抽出一張泛黃的紙。這是我們從一名脫北高官那裡獲得的文件。它是一份1994年的內部通報，標題是關於外籍工作人員的監視記錄。高橋頓了頓，裡面提到了你。編號 F07。藤本接過那張紙，上面用朝鮮語寫着 F07 在1994年12月18日至23日期間行為異常，曾3次試圖接近將軍的私人書房，建議提升監控級別。藤本的手開始顫抖。我從來沒有，他停頓，我只是想給他準備一個生日驚喜。我想看看他的書架，想知道他喜歡雜麼書，這樣我可以在菜單上做一些和那些書有關的菜。高橋沒有表情。他說：藤本先生，在我們掌握的檔案裡，有關於你的記錄超過3000頁。你的每一次出行，每一句對話，每一個表情都被記錄下來。但這些檔案裡有70%的內容在2001年5月被標記為已銷毀。為什麼？因為你逃走了。而在朝鮮，一個叛徒者最危險的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他可能證明什麼。高橋說，那些檔案被銷毀，不是為了保護你，而是為了保護那些曾經信任你的人。因為如果那些檔案流出，人們會問：為什麼一個日本廚師能接觸到國家最高機密？為什麼將軍會和一個外國人分享如此多的私密時刻？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指控。藤本突然明白了，他不是逃犯，他是一個活着的漏洞。而那些被銷毀的3000頁檔案，不是為了抹除他的存在，而是為了抹除金正日的脆弱。那個在深夜會和一個日本廚師抱頭痛哭，會說我很孤獨的男人。那個在紅色電話前承認沒有人敢打給我的獨裁者。這些檔案裡記錄的不是藤本的罪行，而是金正日的人性。而在一個將領袖神化的政權裡，人性本身就是最危險的證據。高橋合上文件夾。藤本先生，你即將出版的回憶錄將成為世界上唯一一份關於金正日私人生活的第一手證詞，因為所有其他的證據都已經被燒掉了。藤本摘下墨鏡，他的眼睛裡有淚水，但聲音很堅定。那些被燒掉的檔案裡有一個秘密。他說，金正日有3個兒子。所有人都以為長子金正男會繼承，但我知道真正的繼承人是第3個兒子金正恩，因為我看到過金正日看着那個孩子的眼神，那不是一個父親的眼神，那是一個國王在審視繼承人的眼神。高橋抬起頭，你確定？我確定。因為在1992年的某個晚上，金正日喝醉了，他指着10歲的金正恩對我說：藤本，這個孩子和我一樣。他知道如何隱藏自己的恐懼。這段話沒有出現在任何檔案裡，因為說這句話的時候，房間裡只有3個人：金正日、藤本以及那個10歲的孩子，而其中2個永遠不會說出來。所以，當一個政權用火焰燒毀了所有的證據，它究竟是在掩蓋罪行，還是在掩蓋恐懼？2003年11月，藤本健二的回憶錄《金正日的料理人》出版，首印30萬冊，1週內售罄。書店的櫥窗裡，藤本戴着墨鏡的照片被放大到真人大小。旁邊的標題用血紅色的字體寫着：我為獨裁者切了17年的壽司。但藤本本人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場簽售會上。
他躲在東京某個秘密公寓裏，窗簾永遠拉着，門上裝了3道鎖，床底下放着一個裝滿現金和假護照的手提箱。他每天戴着防毒面具睡覺，不是因為害怕毒氣，而是因為他在新聞裏看到過金正男在吉隆坡機場被 VX 神經毒劑殺死的照片。他知道那個家族有多擅長讓人意外死亡。每天晚上，他都會做同一個噩夢。他站在平壤的廚房裏，正在切一條金槍魚，然後刀突然折斷，斷刃飛起來，刺穿了他的喉嚨。他倒在地上，血流進排水孔。金正日站在門口，面無表情地說：藤本，你切壞了。他在夢裏想要解釋，但血堵住了他的氣管，他只能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就像正在溺水的魚。然後他醒來，防毒面具裏全是汗水。他摘下面具，點燃一支煙，看着天花板，問自己：我到底背叛了誰？這個問題比毒藥更折磨他，因為在那本回憶錄裏，他寫下了金正日最私密的時刻。他如何在深夜獨自喝酒，如何在看舊電影時流淚，如何在談到母親時聲音顫抖，如何在某個暴雨夜對藤本說：如果我不是金正日，我想和你一起去日本開一家小壽司店。藤本出賣了這些秘密，不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活下去，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為了讓日本政府相信保護他是值得的，為了讓世界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但每次接受採訪，當記者們問你恨金正日嗎？藤本總是沉默很久，然後他說：我不知道。這是真的，因為在他的記憶裏，金正日不是一個扁平的暴君符號，他是一個會在凌晨3點打電話叫藤本去釣魚的人，是一個會在輸掉電子遊戲後像小孩一樣摔手柄的人，是一個會在品嘗完美的壽司後閉上眼睛，露出脆弱微笑的人。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可以在同一天簽署處決令，然後若無其事地吃晚餐的人。藤本永遠無法調和這個矛盾，所以他躲起來，躲在墨鏡後面，躲在防毒面具後面，躲在那些被反覆講述的故事後面。但故事講得越多，他們就越像謊言，不是因為他們不真實，而是因為他們太真實，真實到讓人無法相信。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藤本在電視上看到那條新聞時，他正在吃方便麵，筷子停在半空中。電視裏，平壤的街道上擠滿了哭泣的人群，雪花落在他們的肩膀上，就像某種荒誕的葬禮表演。藤本放下筷子，他沒有哭，但他的手在顫抖，因為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那個唯一知道他所有秘密的人，那個可以證明他說的一切都是真話的人，那個曾經說藤本是我的朋友的人，已經死了。而他，藤本健二，現在變成了一個無法被驗證的證人。他的回憶錄變成了孤證，他的存在變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號。那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封匿名郵件，郵件裏只有一張照片：2012年4月的平壤，金正恩站在閱兵台上，身邊站着一群將軍。照片的邊緣有一行手寫的字：他想見你。藤本盯着那張照片看了很久。照片裏的金正恩已經不是他記憶中那個10歲的孩子，那個曾經穿着小西裝，拒絕和將軍握手的男孩，現在變成了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年輕獨裁者。但藤本依然能認出他的眼神，那是金正日的眼神，那是一個知道如何隱藏恐懼的人的眼神。2012年7月，
藤本回到了平壤。這一次，他不是逃犯，他是客人。順安機場的停機坪上沒有警衛，只有一輛黑色的奔馳，以及一個穿着軍裝的年輕人。金正恩站在車旁，雙手插在口袋裏，看着藤本走下舷梯。他沒有微笑，他只是說：好久不見，藤本。藤本跪了下來，不是因為恐懼，不是因為懺悔，而是因為在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他曾經背叛又無法忘記的國度。金正恩走過來，彎下腰，伸出手，站起來。他說：我父親生前說你是他唯一的朋友。藤本抬起頭，淚水模糊了視線。我背叛了他，我知道。金正恩說：但你回來了，這就夠了。那天晚上，在金正日曾經最喜歡的別墅裏，藤本為金正恩切了一盤壽司。他用的是同一把柳刃包丁，那把曾經是他逃離象徵的刀，現在變成了他回歸的證明。刀鋒依然鋒利，但他的手不再顫抖。金正恩夾起一塊大拖羅，放進嘴裏，閉上眼睛。和我父親形容的一樣，他說。藤本看着他，突然意識到，這個年輕的獨裁者邀請他回來，不是為了寬恕，也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記憶。因為在這個國家，所有的歷史都被改寫，所有的證人都被消失，所有的真相都被埋葬。而藤本這個背叛者、逃犯、舉報人，現在變成了金氏家族最後的活檔案。他是唯一一個可以證明金正日曾經是一個人的人。這就是他的價值，也是他的詛咒。當一個政權需要用背叛者來保存記憶，這個政權究竟在害怕什麼？這個故事仍在繼續。藤本健二今年已經70多歲，依然生活在平壤，經營着一家拉麵館。他的顧客裏有將軍、商人，以及那些有足夠特權進入那家店的平壤市民。但沒有人知道，當他在廚房裏切麵、調湯、擺盤時，他的腦海中在想什麼。沒有人知道，那些被燒毀的檔案裏究竟還藏着多少秘密。沒有人知道，當他夜深人靜時，是否還會夢見那個紅色電話，以及那個從未響起的鈴聲。世界上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而那個人正在等待下一個願意傾聽的人。這些真相不會自己浮出水面，他們需要見證者，而見證者需要你的支持。訂閱這個頻道，讓這些故事繼續被講述。因為在2024年出版的新版回憶錄裏，藤本透露了一個新的細節。在金正日的私人保險櫃裏，有一份遺囑，上面寫着3個繼承人的名字，以及每個人對應的處理方案。而那份遺囑的最後一頁，署名處不是金正日的簽名，而是一個日本廚師的指紋。那麼，當一個叛徒的指紋出現在獨裁者的遺囑上，這究竟是巧合，還是某種更深的共謀？2012年7月，平壤順安國際機場，68歲的藤本健二站在舷梯前，手心濕透。11年前，他從這裏逃離時，提着一個裝海膽的保溫箱。如今，他兩手空空，但身後跟着整個日本情報界的目光。接機的不是特工，而是一輛黑色梅賽德斯奔馳 S600L。車門打開時，藤本看見了那張熟悉又陌生的臉——金正恩。28歲，圓臉，髮型和祖父金日成一模一樣。好久不見，藤本。聲音低沉，
帶着刻意的溫和。這是藤本20年前在壽司台邊教過如何握筷子的孩子，如今成了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擁抱持續了3秒。日本外務省後來的分析報告中寫道，根據肢體語言專家判斷，雙方的情感流露真實度達到72%。但藤本記得另一個數字：1992年，10歲的金正恩第一次站在他的料理台前，盯着那把柳刃包丁看了整整5分鐘。那時候，那雙眼睛裏已經有了某種可怕的專注，不是孩子對刀的好奇，而是獵食者對武器的評估。車隊駛入平壤市區，街道比2001年寬敞，但建築依然灰暗。金正恩指着窗外，藤本，你看，變化很大吧？藤本點頭，但他注意到的是另一種變化，路邊的士兵比以前年輕、瘦削，眼神空洞。苦難行軍的影子還沒散去，只是換了一批承受者。晚宴在錦繡山太陽宮舉行，這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陵墓所在地，也是金氏家族最神聖的空間。在這裏設宴，意味着藤本不再是叛徒，而是家人。菜單由藤本親自設計，大拖羅壽司、北海道海膽、法國鵝肝、蘇格蘭威士忌，每一道菜都是對過去17年的重演。金正恩舉杯，為了我們的友誼。藤本回敬，為了將軍的健康。敬酒詞是標準的，但桌下，藤本的左腿在輕微顫抖。他想起了2001年4月1日那個早晨，同樣的敬酒，同樣的笑容。然後他提着保溫箱登上了飛往東京的航班，再也沒有回頭。你為什麼要逃跑？金正恩突然問。房間裏的空氣凝固了。藤本放下酒杯，緩緩開口，因為我害怕。不是害怕將軍，是害怕自己會忘記，我只是一個廚師，不是神的婦人。這個回答經過了11年的打磨，他既是懺悔，也是自保。金正恩笑了，但笑容沒有抵達眼睛。我父親說過，你是唯一一個敢對他說真話的人。現在，我需要這樣的人。晚宴結束時，金正恩送給藤本一塊勞力士地地，表盤上刻着朝鮮的國徽。這是我父親生前戴的，現在它屬於你。藤本接過手錶，感覺到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無法掙脫的重量。這不是禮物，是項圈。第二天，藤本被安排參觀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在一幅描繪美帝暴行的油畫前，講解員說：敵人用炸彈摧毀了我們的家園，但摧毀不了我們的意志。藤本盯着畫中一個抱着死去孩子的母親，突然想起1988年的一個夜晚，金正日喝醉後對他說：藤本，你知道嗎？恨是最好的粘合劑。只要人民一直在恨，他們就永遠不會想起飢餓。那個夜晚，藤本躺在柳京飯店的總統套房裏，窗外是萬壽台大紀念碑的燈光。他從行李箱底部拿出一張照片，1989年，他和妻子嚴正女在大同江邊的合影。照片背面用日文寫着：如果我死了，請把這張照片燒掉。嚴正女還活着。金正恩的助手告訴他，他現在是平壤音樂學院的聲樂教師，生活穩定，未再婚。他知道我回來了嗎？藤本問。助手笑了笑，他一直都知道你會回來。這句話比任何威脅都更讓藤本恐懼，因為它意味着在朝鮮沒有人真正逃離，你只是暫時被允許離開，然後在某個預定的時刻被召回到你原本的位置。他是回來擁抱舊友，
還是回來接受審判。2017年5月15日，平壤市中心普通江區，一家掛着日文招牌的拉麵館開業了，店名高橋，老闆是一個73歲的日本人，戴着白色頭巾，手法嫻熟地煮着麵條。每碗拉麵售價15美元，在平壤，這相當於一個工人3個月的工資。但每天中午，這裡都坐滿了穿西裝的官員、軍官，還有少數獲得特殊許可的外國記者。他們來這裡不只是為了吃麵，更是為了見證一個活着的悖論，一個曾經背叛政權的人，如何在他逃離的地方安然經營。藤本健二不再是金正日的廚師，他現在的身份是朝日友好的象徵。2024年，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報道中這樣描述他：為促進朝日人民友誼做出傑出貢獻的國際友人。諷刺的是，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裡，他的代號依舊是 Defector 001，頭號叛徒者。拉麵館的後廚裡，藤本每天凌晨4點起床，熬製湯底，配方是他在東京學徒時從師傅那裡偷學的。豬骨、雞架、昆布、柴魚，18個小時的文火慢燉，湯麵上浮着一層金黃的油脂，在日光燈下閃爍。這是我在平壤唯一能控制的東西。藤本對一個法國記者說。那個記者問：你後悔回來嗎？藤本沒有回答，只是指了紙上的一張照片。2012年，他和金正恩的合影。照片裡，兩人都在笑，但如果仔細看，會發現藤本的右手握得很緊，指節發白。真正的原因，藤本從未公開說過，但在2024年重新出版的回憶錄增補版中，他寫了這樣一段話：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那天，我在東京的公寓裡看新聞直播，畫面中平壤的女播音員淚流滿面，人民在雪地裡哭泣。我關掉電視，打開冰箱，拿出一塊從北海道寄來的海膽。我切開它，用腳趾咬了一口。味道和20年前一模一樣。那一刻，我哭了，不是為了金正日，是為了我自己，因為我意識到，我這輩子最重要的17年，已經和那個人的生命綁在了一起。我恨他，但我也想念他。這種矛盾讓我無法在日本繼續生活下去。2012年的回歸，不是赦免，是回家，但家的代價是什麼？拉麵館的常客中有一個穿着人民軍制服的中年男子，每周來3次，總是點同樣的醬油拉麵，加2片叉燒。他從不和藤本說話，只是坐在角落，慢慢吃完，然後離開。藤本知道他是誰，國家安全保衛部的監視員。你覺得他在監視我什麼？藤本有一次問助手，助手是個25歲的平壤大學畢業生，日語流利，笑容得體。也許他只是喜歡你的拉麵。藤本笑了，在這個國家，沒有人只是做任何事。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平壤，晚宴後，金正恩帶他參觀了這家拉麵館，藤本親自為特朗普煮了一碗麵。特朗普吃了一口，豎起大拇指 ，Very good。然後轉身對金正恩說：你們國家有這樣的美食，為什麼還要做核彈？金正恩笑而不答。那天晚上，拉麵館打烊後，藤本一個人坐在廚房裡。他拿出那把跟隨了自己40年的柳刃包丁，在磨刀石上緩緩摩擦。刀刃已經磨損得很厲害，不再像1982年時那樣鋒利如鏡，但他依然能切開魚肉，
依然能完成他的使命。我和這把刀一樣。藤本對着空氣說：鈍了，但還能用。2024年，珍寶版回憶錄出版。日本媒體蜂擁而至，試圖採訪他，但朝鮮外務省拒絕了所有申請。只有一個韓國脫北者組織的代表通過秘密渠道給他傳了一封信：藤本先生，你為什麼不趁着還能走的時候再逃一次？藤本把信燒掉了。他在回信中只寫了一句話：因為這次我沒有地方可以逃。嚴正女來過拉麵館一次，那是2019年的秋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點了一碗味噌拉麵。藤本端面過去時，兩人四目相對。他老了，頭髮花白，但眼神依然清澈。麵好吃嗎？藤本問。好吃。他說，但我更想念你以前做的壽司。那個時候，我還有好的魚。藤本說。嚴正女放下筷子，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你帶我一起走？藤本沉默了很久，想過，但我知道你不會走的。你說得對。嚴正女站起來，因為這裡是我的國家。她走到門口，停下，回頭，你呢？這裡是你的國家嗎？藤本沒有回答。他離開後，藤本發現他的座位上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用日文寫着：謝謝你回來，至少我知道你還活着。那天晚上，藤本破例多喝了3杯清酒。他對着鏡子看了很久，75歲的臉，布滿皺紋，眼袋深重。他想起1982年第一次見金正日時，對方盯着他說的話：你看起來不像廚師，更像間諜。也許我真的是間諜。藤本對鏡子裡的自己說，只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為誰工作。2024年3月，珍寶版回憶錄的最後一章標題是我在平壤的最後一頓飯，但這一章藤本沒有寫完。出版社編輯在郵件中催促藤本先生，讀者都在等結局。藤本回覆，結局還沒到，我還活着。他真的還想活着，還是只是不知道如何死去？2024年9月，平壤高橋拉麵館依然營業，但老闆的手開始顫抖。80歲的藤本健二端起湯碗時，需要用雙手才能穩住。助手建議他退休，他搖頭。我停下來，就真的老了。但真正讓他無法停下的，不是身體，是某種更深的恐懼。如果他不再有用，如果他不再是金正恩的藤本，那麼他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他在2001年逃離平壤時以為已經回答了。他寫書、接受採訪、揭露真相，成為自由世界的證人。但2012年回來後，他發現那個答案是假的，因為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我要不要逃，而是我到底是誰。在平壤，他是金正日的朋友，金正恩的長輩，朝日友好的橋樑。在東京，他是叛徒，是情報資產，是帶着防彈背心接受採訪的幽靈。他在兩個身份之間遊蕩了23年，最後發現兩個都是面具，面具下面是空的。2024年的回憶錄珍寶版中有一章專門描述金正恩的健康狀況。藤本寫道：2020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的體重至少超過了130公斤。他走路時氣喘，上樓梯需要人攙扶，但他依然每天抽2包萬景台牌香煙，喝半瓶白蘭地。我對他說：將軍，你應該注意身體。
他笑了，藤本，你也老了，就別管我了。然後他突然問我：你後悔回來嗎？我說不後悔，因為如果不回來，我會在東京的某個公寓裏孤獨死去，屍體被發現時可能已經腐爛了1個月。至少在這裏，有人會記得我。金正恩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後說：藤本，你和我父親一樣，都是孤獨的人。區別是，他的孤獨被權力掩蓋，你的孤獨無處可藏。這段對話，藤本在回憶錄中寫了，但在出版前被朝鮮審查部門刪除了。最終流出的版本是一個日本記者通過第三方渠道拿到的手稿影印件。2024年10月，藤本健二在拉麵館後廚摔倒，髖骨骨折，他被送往平壤紅十字醫院，這是金氏家族成員專用的醫療機構。金正恩派來了私人醫生，還送了一籃子水果，籃子裏放着一張手寫的卡片：藤本，好好休息。拉麵館我會讓人看着，等你回來。躺在病床上，藤本盯着天花板，突然笑了。他想起了一個細節：1988年，金正日第一次帶他去私人別墅時，指着上的一幅油畫說：藤本，你看這幅畫，畫的是什麼？那是一幅朝鮮風景畫，大同江、柳樹、遠處的山峰。藤本說：很美。金正日搖頭。錯了，這幅畫的標題是等待。畫家畫的不是風景，是等待，等待一個永遠不會來的人。那個人是誰？藤本問。不知道。金正日說：也許是死去的愛人，也許是逃走的朋友，也許只是畫家自己的幻覺。重要的不是那個人存不存在，重要的是，只要一直等，就可以不用面對他永遠不會來這個事實。2024年11月，藤本出院，他坐着輪椅回到拉麵館，店門口掛着一條紅色橫幅，熱烈歡迎藤本先生康復歸來。橫幅是朝鮮勞動黨普通江區委員會送的。他讓助手推着他進廚房。那把柳印包丁還放在原處，刀刃上蒙了一層薄薄的灰塵。藤本伸手去拿，但手指已經冇力握緊刀柄。幫我磨磨刀，他對助手說。助手接過刀，在磨刀石上摩擦，刷刷的聲音在廚房裏回蕩，像某種古老的儀式。磨了10分鐘，助手遞回來，藤本先生。磨好了。藤本接過刀，用指腹輕輕試了試刀刃，還是鈍的。他笑了，沒關係，能用就行。那天晚上，拉麵館沒有營業。藤本一個人坐在廚房裏，面前擺着一條從圓山海鮮市場買來的金槍魚。他舉起那把柳刃包丁，在魚肉上比劃了很久。最終還是放下了，切不動了。他對着空氣說：2024年12月，日本 NHK 電視台播出了一部關於藤本健二的紀錄片。片尾，導演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如果能重來，你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嗎？畫面中，80歲的藤本坐在拉麵館的角落，窗外是平壤灰蒙蒙的天空。他沉默了很久，然後緩緩開口：選擇，我從來沒有選擇。1982年，我以為自己選擇了財富和地位，其實是被選中了。2001年，我以為自己選擇了自由，其實只是從一個籠子逃到了另一個籠子。2012年，我以為自己選擇了回歸，其實我只是終於承認。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那把刀。他停頓了一下，舉起右手，緩緩握緊，
仿佛在握着那把看不見的柳刃包丁。廚師的命運就是不停地切割、切食材、切時間、切記憶，最後把自己也切成碎片，端給那些等待答案的人。但沒人知道那些碎片到底哪一片是真的。2024年，平壤順安國際機場，一個日本記者在行李轉盤邊等待，突然發現傳送帶上有一個陳舊的保溫箱，箱子上貼着褪色的標籤，北海道海膽專用。他打開箱子，裏面是空的，只有一股海水和時間混合的腐敗氣味。機場工作人員說，這個箱子已經在這裏轉了23年，沒人認領，也沒人丟棄。他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在傳送帶上循環，從1號登機口到15號登機口，從黎明到黃昏，從金正日時代到金正恩時代。箱子的底部用日文刻着一行字：為了完美的海膽，我背叛了一個國家；為了回到這裏，我背叛了自由。現在我才明白，我背叛的從頭到尾只有我自己。高橋拉麵館依然營業，80歲的老闆依然在凌晨4點起床熬製湯底，那把柳刃包丁依然掛在上，刀刃已經磨到極薄，薄到透光。它不再鋒利，但它依然存在，就像一個在兩個世界之間遊蕩了42年的靈魂，既無法真正留下，也無法真正離開。刀在，故事就在。刀鈍了，但他映出的臉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但這裏有一個問題，歷史從未給出答案。藤本建議回到平壤，究竟是因為他真的想念那個政權，還是因為在自由世界裏，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比在獨裁者身邊的囚徒更加孤獨？他端上的拉麵，是對過去的紀念，還是對未來的逃避？他磨刀的手勢是廚師的本能，還是刺客的演練？他最後一次握住那把柳刃包丁時，腦海中閃過的是1982年第一次為金正日切魚的畫面，還是2001年本可以改變一切卻沒有做出的那個動作？這不是一個關於背叛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誰才是真正的囚徒的預言。有人用鎖鏈囚